好，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月17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今来关心疾管署是预估讲过年前的1礼拜，新冠疫情、流感疫情会上介严重，大港会有15000人去为着新冠病毒，若1礼拜内嘛有15万人因为流感去医生看，因为流感伫今年上细汉的死亡个案是北部一个7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囡仔感冒了后出现罕见的脑病变，住院第4天不幸过亡。流感疫情是继续在探开，顶礼拜全台门急诊的类流感就医到127000人次，是最近10年来同期上悬的，而且增加42例流感并发重症，11例死亡病例。年会详细死亡个案是北部7岁查某囡仔，本身无其他本来就有的病，去年10月佮注过流感疫苗，今年1月初发病，佮并发真罕的看的急性坏死性脑病变，住院第4天就死亡，变作今年上少年的流感死亡个案。并发这样子的罕见的这个脑病变呢，这个致死率是有可以高达70%，就是它3%到7%，而且这个病况会变化的比较快速，脑病变的状况比较严重，那也无法这个自主的呼吸，所以在住院第4天不幸的过世。那流感新冠疫情嘛，同款的起来，而且在流行期，顶礼拜增加538例并发症，创5个月的新冠，55例死亡病例嘛是4个月以来的新冠。疾管署提醒讲，拜6礼拜冷气团都要来啊，加上拄着每家真侪餐会活动，病毒传播的风险提悬，新冠和流感疫情可能在过年前到高峰。春节前一周，1月28号到2月3号这一周呢，2个疫情都会来到最高点。估计类流感的就诊人次单周在13到15万人之间。那新冠的部分可能单日会在1.2万到1.5万人左右。因为有寒就要来啊，新冠肺炎加上流感，双病毒都要来到高峰。疾管署提醒家长要较紧带囡仔去注疫苗，尤其是囡仔流感疫苗，还未满9岁第一摆注的，阁有59000人还未注第2剂，保护力恐惊是无够。另外考虑到全球新冠疫情第一观点，对17拜3开始，增加伫金门小三通的港口和高雄小港机场入境的所在，定点提供新冠家用快筛试剂，欢迎旅客去那来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总统当选人赖清德伫选举期间，伊讲伊支持公开高端预防下采买合约。因为高端呢，董事会昨昏是开会决议讲，因同意提早解除保密限制。疾管署就随开临时记者会，公布这个合约的内容，嘛强调保密的期限是5年，不是外界讲的30年。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在大选期间，不时拢变作是各电影摕来过招的焦点。迄当阵，阁是总统候选人的副总统赖清德捌讲，会公开高端疫苗的采购合约。即么选后，高端董事会16决议讲，同意提前解除保密的限制。疾管署嘛随开临时记者会，强调高端的保密期限敢若5年，并不是30年。我们原约定保密期限是到这个合约签署日后的5年，为招公信，我们就双方都同意提前公开疫苗采购跟接种计划的推动，我们都秉持专业，而且以全民健康福祉为优先考量。疾管署强调讲，高端疫苗的总采购价金是40.3亿，预约数量是500万剂，多剂量特剂810块，单剂量特剂881块。迄当中为了爱厂商预约，要求得标的厂商在得标价当中30天内交5%的履约保证金，在里面有多了一个履约保证金的部分就是说疾管署能要求得标厂商在这个签约后之次日30日内缴纳这个契约金额5%的履约保证金因为他最后依规成功所以这个并没有用到这一条。因为每一种疫苗保密的时间无同款，按算在2026到2011年来分别解密。疾管署讲，亲像高端和 AZ 拢是保密5年 ，BNT 是10年。另外，敢会公开其他疫苗的合约？疾管署讲，目前敢若高端同意公布。因为我们是跟各个不同的公司去订这个保密合约，那目前只有高端同意去公开他们的一个合约，那其他的这个疫苗公司事实上并没有同意。疾管署强调讲，高端疫苗的采购案已经经过监察院、审计部和立法院的调查和质询，充分接受检验，无啥物袂当讲的所在。而且检方侦查相关案件63案，拢无查到不法签结，表示政府并无秘监督，也是有任何不法。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 WHO 是表示，新冠预防车伫欧洲尚无有救140万人的性命。总共若无预防车，欧洲死亡人数可能会达到400万人，甚至更较侪。英国即马嘛有研究显示讲，无治新冠的加强剂会造成住院的人数甲死亡的人数拢会增加。2020年，大家拢伫咧注意，90岁英国老阿嬷玛格丽特·基南，成做全世界第一位注新冠疫苗的人。一直到即马，好刚才有疫苗，已经有较缓和，大家也对惊吓的日子回归到正常的日子。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讲，新冠疫苗伫咧欧洲至少有甲140万人的命救断。There are 1.4 million people in our region, most of them elderly, who are around to enjoy life with their loved ones because they took the vital decision to be vaccinated against COVID-19. 2020年3月开始，伫咧欧洲传开的新冠疫情，造成欧洲地区已经通报超过2亿7770万确诊病例，超过200万人死亡。有一寡欧盟国家，亲像是西班牙，最近疫情敢若佫多起来，佮加上冬天的呼吸道疾病加流感正伫咧流行 ，WHO 希望民众尽量注疫苗。Without them, the European region's cumulative known death toll could have been around 4 million. Possibly even higher. 伫英国到2022年1月，有超过90%的12岁以上的人口至少注过一剂新冠疫苗。上新的研究显示，若是无注新冠疫苗加强针，会造成4个月内死亡加住院的人数增加。We call that under-vaccination in our study. You were more likely to be under-vaccinated if you were younger, if you were from a more deprived background. If you were of non-white ethnicity. WHO 担心，伫咧卫生系统面临庞大压力时阵，世界各国若伫咧面对一种新的、更加严重的无了解的病原体时阵，可能也未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透早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规个西半部温度拢有较低。咱同齐来看温度。气象署透早是有针对新竹县、苗栗县甲南投县发布黄色的低温的灯号，低温是到10度以下。一若晚中昼的时，日头会较猛，所以各地温度拢会回升，高温会当到24度至27度，是感觉较温暖、较舒适的天气。啊，若早暗是温度较凉冷的，温差会较大。雨水这方面，今仔日是吹偏东风，所以伫这方面的东部、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其他所在今仔日是侪云到好天。另外嘛，要提醒乡亲，拜六的时有一波冷气团会到位，后礼拜一冷气团开始变强，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级数，到时全台湾的温度拢会伫10度以下。政治消息来关心总统大选选耍，即马行政院长陈建仁是表示，因应2月份就有新的国会、有新的民意，所以内阁即马会遵照现政的惯例提出总辞。再一次感谢第一线的所有的选务人员以及呢全体国民共同完成了这一项选举为台湾的民主写下了新的一页，而且呢也让全世界都再一次看到台湾民主的蓬勃发展行政团队呢也将按照这宪政惯例提出总辞我也希望我们的新国会呢能够跟行政团队未来能够继续合作。行政长陈建仁昨是表示，团队会按照现政的惯例提出总辞，嘛希望2月份2月初1开始新的国会会当继续为咱的国家打拼。来关心台电公布去年营运的状况，虽讲政府有补贴500亿，也毋过台电原来是了1900亿。选举即马选耍，电费钱敢要起价？台电是表示，这部分会由3月份的审计委员会来决定。另外，台电嘛讲，伫今年会加4个机组，要来确保咱国内袂欠电。景气渐渐回温，今年包括工业甲半导体用电，可能因为订单变多，增加用电量。不过，台湾摒死发电绿电，加上核能厂小连续除役，稳定供电敢真正无问题。台电回应讲，今年会有4台机组加入供电，加上当咧做天然气的机组。就是为了确保稳定供电，不过专家有无同款的看法。我们现在能够祈祷的就是经济不要那么成长那么好，半导体不要复苏那么快不然的话，今年缺电的压力很大。
马上要面临，因为今年呢、核三厂的1号机今年下半年要除役了。除了供电的问题，选举进前电钱无起，敢会伫选举了后来起，嘛引起外界关注。观察台电去年4月份起的幅度，针对高压用户起17%，低压用户起10%。目前也有部分的产业有电钱起一半优惠，包括金属加工、玻璃、甲纺织等等19个产业。现在学校甲农渔业是无起。过来4月份就要公布上新电钱的计销，对国际燃料计销的变化，未来无排除会得得起。因为台电营运的状况，为去年亏损2265亿，去年就算政府补贴500亿，也是了1985亿，累计亏损有到3820亿。在稳定物价上面，我们大概做了一定程度的消波块的功能，把整个输入性通膨稍微挡住了。那在这样子的角度之下，就是如果有税基剩余，台电公司也会把我们的财务状况很清楚的跟长官做报告，希望能够有一些支持。经济还可以的时候，应该适当的反应，因为如果不适当的反应，万一下一波如果又来一个这个，就台电就完全再没有办法扮演当土强的一个角色。专家认为讲，台湾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调整电价的成本，才会当加做台电营运长久稳定的方式。另外，目前电价调整的方向，虽然比成用电是无要起，针对工业用户来起，安尼做敢是会间接致使物价阁起咧，这拢会纳入调整电钱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电是还未起，啊，毋过万项拢得起。即马阁有连锁的便当店讲排骨饭要起价，也有煎包，即马是对一粒17块，已经起到20块。阁有北部嘛有连锁餐厅对外宣布，因计小要起1成。下底甲煎甲小可赤赤，食到酥酥。这一粒小滚滚的煎包啊，一个煎好尔，都真侪民众来买。真出名的连锁店老厝煎包啊，伫真侪捷运站甲车头附近拢看会到。毋过即马打出起价广告，为2月7日开始，每一种口味拢为17块起到20块。增加跟原物料调涨，这2月1号要涨到20块。除了煎包啊起价，真出名的连锁餐厅塞利亚最近嘛换新的菜单。包括面甲饭等等的商品，拢起差不多1成。连锁的便当店牛下汉因为反映物价，12公布要起价。排骨饭无论是煎还是卤的，拢为115起到118块。椒麻鸡饭嘛为130块起到138块。现在古典椒麻鸡无挂饭的，是为99块起到108块，一个手起9块。工作在晚上，所以通常都买外食比较多，可能就是少买一点。选择有蛮多的，正常调整，不要到太夸张，应该都可以接受。事实上，为主计总处公布的数据，会当看到2023年规年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飙悬2.5%，创下要15年第2悬的纪录。2024年 CPI 预测嘛比去年8月预估的增加0.06个百分点，变做1.64%。马航烦恼这么悬的物价，敢是会变做常态？礼拜1到礼拜5生意清淡，比较倾向于雇用临时工或者是工读生，他们就是适用基本工资啦。在外食这个部分，在1月份有比较多的这个业者调涨它的价格，应该主要还是受到基本工资调涨的影响。学者表示，最近进口的物价有在落，互厂商原料的成本有降低的空间。今年 CPI 控制在2%以下，应该是会当预期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实质的薪水已经连续3年倒退，总薪水是7年来同期头一届负成长，这嘛，互民众持续感受到物价压力的存在。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鸿海集团下边的半导体设备大厂惊顶传出互骇客入侵，骇客是直接伫网站顶端威胁公司的客户甲员工，讲公司若是福建放放外，拢无要准问，安尼因就要甲客户的资料拢公开，安尼员工就会无头路。这是咱国内第一届传出有骇客遮尔插手，偷摕资料，佮不互同人知来威胁公司的案例。继续关心自由时报。抖音 TikTok 出现真侪条指控咱选举有造假、有做票的影片，就算中选会已经出面驳回啊，也毋过即摆也是有真侪人拢在传、拢在看，嘛提出造假质疑。有学者就建议政府，咱应该爱禁用，也是限制抖音的流量，若无国家会亡国。
来关心《中国时报》，国防部选举进程因为中国发射卫星发布国家级的警报，互外界质疑国防部介入选举。国防部伫昨昏是强调讲，未来准讲是判断讲，这飞过咱天顶的实体有攻击的意图，也是讲会落伫咱台湾，安尼政府国防部才会发布国家级的警报，内底嘛通知民众爱去避难。也若中国是搁派15架军机、3架军舰、1粒气球来扰乱台海。国防部甲中国海空的动态这个图有换新，嘛有标讲中国军机是对倒位起飞，军机和咱台湾的距离有偌长。不过新版的图内底是甲中国军机的形状抬掉啊。有学者即马是认为讲，安尼先做是咱无爱互中国知影讲，咱即马收集情报的能力到什么程度。选后，中国加强台海紧张局势，声枪落落，国加强干扰台湾。国防部昨日公布，侦查到15座强机、3座强舰、1粒空标气球，嘛形成强军海空动态示意图，和旧版无同。新增加强军起飞基地，强军和台湾的距离，即届就公布无人机运8反舰机离俄罗斯大概62海里。另外，预度强机航架甲航向引起关心。尽量在不影响情资来源的前提之下，让我们的国人了解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个状况，那么避免敌人利用这些这种空隙来对我们实施认知作战。新版的中军示意图，和外界真好分析中军的动态。对了，国军发布情报变保守，学者讲，国军较少发表情资，较为中国掌握咱的情报能力。大概掌握到多少，掌握到什么距离，可能这些事都只有我们自己比较清楚。那当然，中国他也会希望说知道说我们大概能够掌握到多少，所以这些资讯呢，你多多少少可能都要做一些这个简化的处理。针对中国陆航直升机叫做民航机台尾进入海峡中线，国防部讲有掌握状况应处。若中国风声3月要点台海军演，国防部讲3月份的部分，我们目前没有掌握到。会从事相关对我一些针对性的军事作为。国防部分析，中国伫台湾大选结束，展开常态性的战备警巡，结合认知作战，普适地带冲突。国军运用联合情感侦，掌握动态。目前一切正常。记者综合报道。因若咱国内业务役做兵，即马是开学爱做一冬。第一梯伫1月25要入伍，新兵的训练会有2个月，爱走500公尺障碍、夜间射击，还佫牵手榴弹。训练考试若是无合格，就爱加留1礼拜做训练。总共佫无通过，安尼就领袂到逐个月10800块的加级。一年期义务役25正式上路，今年按算订入9127个人。陆军负责接训的有7514个人，头一批670个役男会展开8礼拜入伍的训练，分4阶段进行，加入500公尺障碍、夜间射击等训练的项目。若新训上较重要的是机密检测，有关役男的薪水，展开体能战斗技术、步枪鉴定射击，3天2暝连续综合战斗训练。役男若是无合格，会留训1礼拜来补测；若是佫无合格，就无法度摕到每个月10800的专业加级。下部队之后，他由他的单位的主管会持续的管制，每个月的驻地成效验收会实施合格签证，什么时候合格了，什么时候他才能支领他的专业加级。尤其新训的课程，踏入手榴弹、实弹的练习，对役人来讲危险性无低。针对这点，国军强调讲，会照步来，为基本的姿势、步骤原理开始训练，再佫用闪光、音效、甲枪演相关的设备来模拟练习，而且做心理素质的评估，选出适合投手榴弹的役男。你有投掷，你就会有一定的配比的分数。在90%以上。也若以专长混合的方式，会伫新训第6礼拜，以役男所学的专长佮证照参加专长评选，麦当自愿选择推荐部队。外界关注敢有机会操作气舰飞弹佮无人机。仿装甲的火箭弹、野战防空的飞弹，包含无人机等等，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一定所有人都学习无人机，或所有人都学习控制火箭弹，它是要按照他的编制、职务专长来实施训练。国防部强调讲，役男伫分发为部队进前，新训上个阶段就会当摕到战斗个人装备。一年期的义务役，役期要是当拄，高中的课程会当拄7天，大学是15天。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下冲突。即马卡达做中人，伫昨昏有达成会当送药仔协议，是允准会当甲药仔送去互哈马斯掠去的人质来换救援物资，即马会当送入去加沙地区。卡达外交部16号的声明讲，根据协议，以色列甲哈马斯交换的条件是，以色列和加沙上严重、上脆弱地区的百姓会当得到人道援助；，若哈马斯是和平关起来以色列人质会当得到运送过来药品。卡达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讲，药品援助物资17对杜哈送到埃及的城市亚拉里市，结果运到加沙。这项协议是卡达甲法国合作伫咧中协调。法国外交部危机中心负责人拉里欧表示，谈判进行了几个礼拜，初步的想法是来自一寡以色列人质的家属。法国甲有几多个月存量的特殊医疗包送到45位人质的手内，由国际红会伫咧当地协调。这是以下冲突自去年11个停火谈判破裂了，第一遍达成新的协议。不过加沙除了真侪人伤亡，怎么也有传染病，无水无通食。وجبة واحدة بتكفيش ووضع صعب جدا للغاية مش عارفين نعيش في هذه الحياة。除了以下冲突本身所带来灾难甲伤亡，两边背后的势力也伫咧战斗。这是以色列的美国对也门胡塞组织发动第3遍的攻击。听哈马斯的胡塞继续伫咧红海社会团扰乱航运，规个国际社会拢做阵承担。这么人伫咧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卡达总理兼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就提出警告。Gaza is not there anymore. It's the most dangerous escalation right now because it's not affecting only the region, it's affecting the global trade as well. Whenever something happening in the Middle East, it's affecting everyone. LNG is as any other, merchant shipments. They will be affected by that. 这几个月来，卡达伫以下冲突一直协调，也支持两国的方案，也就是伫约旦河西岸甲加沙走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甲以色列并存。穆罕默德强调，美国伫咧这个议题的立场正重要。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因日本的零点半编译。来关心北韩官方媒体有报讲，最高人民议会即马已经决定讲，要废除负责南北韩对话的政府机构。因为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伊伫演说的时嘛讲，要透过修改宪法，甲南韩来做上界主要的特征。 대한민국을 철두철미 제1의 적대국으로 불변의 주적으로 확고히 간주하도록 교육 교양 사업을 강화한다는 것을 해당. 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报道，领导人金正恩15出席最高人民会议演说的内容。金正恩伫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第10届会议当中，谴责南韩甲美国互区协变较紧张，强调两韩已经无可能走向和解甲和平统一，提议透过修宪，甲南韩来做是头一个敌国。 也有永远主要敌人。金正恩嘛呼吁删除宪法条文内底对北韩政权的形容词，包括北韩区协、甲和平统一等等的字，而且莫阁使用会互人民误会描述的用字，包括两韩人民是同胞、朝鲜半岛有800万的人民等等。这场会议嘛决定会正式废除主要负责促进南北韩对话甲合作的政府机构，包括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国家经济合作局，也有金刚山国际观光局。 彻底要甲南韩残无到水无流的意图是真明显。金正恩之前伫2023年年尾的会议，都甲南北韩定调做永远无法度统一敌对的关系，公开表示已经准备好随时可能会爆发战争。2024年1月开始，就持续对南韩发射炮弹甲弹道飞弹，朝鲜半島嘛搁一届陷入随时可能开战紧张的气氛。面对北韩起诉的举动，南韩总统尹錫悦16嘛大力反击。 이는 북한 정권 스스로가 반민족적이고 반역사적 집단이라는 사실을 자인한 것입니다. 북한이 도발해온다면 우리는 이를 몇 배로 응징할 것입니다. 尹錫悦強調講，北韓的人民是家己的同胞，同款有自由人權甲反映的權利。南韓政府嘛確保有堅實的軍事實力，會準備好勢面對可能的衝突。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 美国共和党总统提名初选已经起过，川普第一站的爱荷华州是摕到5-1的选票，赢甲真水气。因为第2名是佛州的州长德桑提斯。共和党总统初选伫爱荷华州起过，东港虽然有北极寒流，部分地区降到摄氏-43度，选民犹原唔惊风势，出席的人真踊跃。Governor DeSantis
因透过党团会议用书面投票决定总统提名人，选前全国民调遥遥领先的 Trump， 较有期伫爱荷华州摕到压倒性的胜利，伊50%派得票率嘛创下纪录。 They said, well, if you win by 12%, that's a big win. That'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do. Well, I think we more than doubled that, I guess, tripled it maybe. 除了 Trump 一个人咧请赢以外，前联合国大赛海莉甲副州州长德松提出，伫爱州是咧拼第二。海莉选前本来声势看好，不过德松提出最后摕到21%的选票，敢若赢海莉200分点。Because of your support, in spite of all of that they threw at us. Everyone against us, we've got our ticket punched out of Iowa. 海莉虽然是排第3，不过伊有缘拼落去。Our campaign is the last best hope of stopping the Trump-Biden nightmare. But it's more than that. 海莉和支持者现时把焦点放伫New Hampshire州后一场的初选，讲会伫2-3赢就胜利。 啊！那印度的企业家拉马苏瓦米伫爱州初选失利，敢若摕到7.7%左右的得票率，排名第4，已经宣布退选，翻头来支持 Trump。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讲，有一架希腊的货轮无要听警示，所以因全发动飞弹攻击。为着要反制也门的叛军，即马美军冒出手拍落4粒叛军的飞弹。这是美国伫1礼拜内第3届对青年运动组织发动攻击。来关心日本北海道的机场发生飞行机烧毁掉的意外，这是一架大韩航空的飞行机，因为落雪头前看袂清楚，全含国泰航空的飞行机去毁掉，加载是无人安怎。来关心为着要对抗中国，菲律宾即马正在加强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就表示，希望在今年的第1季，因会当和日本签署互相准入协定。这项协定就是讲会当互双方伫对方的领土安军队。今日后当来咱国内来关心2011年10月份的时，有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真残忍去杀害来咱台湾读册的马来西亚的查某大学生。法院即马认定讲，这个凶手是因为金钱的纠纷才甲人处死，一审要判决出来也判伊无期徒刑。也毋过，这个凶手的律师表示会继续上诉。法警的介入之下，亲审校定来听判决。伊就是涉嫌杀死马来西亚姓蔡的女大学生，这个姓陈的查甫人，公照杀人罪起诉了后，法院经过1年外的审理，16宣判一审以杀人罪判伊无期徒刑，为世人拢袂当行使公权。杀人就是错。请台湾政府还我一个公道。被害女大学生的家属捌伫镜头前发声求一个公道，因为因囝来台湾读册，前年10月，所伫树林睡厝的所在互杀死。涉案姓陈的查甫人伫开庭的时阵拢讲是受到被害人的拜托，伊才来帮助伊轻生，但是合议庭无相信，认定讲伊是因为汇合女大学生的9万外块讨袂返来，才甲人杀死。本案有构成自首，但是因为被告不具有真心悔悟的情事。跟自首是为鼓励真心悔悟，何得减刑这样的立法意旨是不符合的。如果只判10到15年的长期自由刑，是不足以评价他的犯罪手段还有犯罪所生的损害。小若无判死，合议庭讲，专案的发生无法度排除和被告人格特质内面的病理特质有关系。照鉴定报告提出的建议，认定讲伊会当透过心理治疗，还是长期甲关起来，会当互伊深深来反省、改正伊偏差的观念。那个当然是一定要上诉的啦，跟我们大家律师团的想法是有一点落差的啦。那他既然判无期，表示我们当初辩护的理由，法官应该是没有采用的啦。他不死时有什么话想说吗？跟家属道歉。听到判决的结果，这姓陈的查甫人无啥物表情，对记者的问题嘛无得回应。不过伊的律师讲一定会上诉。在新闻放送进前是还未摕到被害人家属和告诉代理人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中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伫昨早是雄雄各项袂顶袂当。网站是听要6点钟才开放。市府是解释讲，这是资料库在定期翻新，也毋过超过时间。伫这段时间，民众是无法度伫网络顶头办业务，大省事先嘛拢无人通知，这是引起批评。
网页当得更新这几日，就放伫网页的中，就敢若伫下骹提供一撮会当收看市政会议的网址。台中市政府的官网16早起8点歹去啊，想要伫网络办业务的民众看一个公面，不过关系去现场办的就讲无差。因为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要用网络操作，交燃料费或者是交停车费的部分，就没办法做。对，没有影响啊。我还是要来现场这样再办啊。比较习惯现场。对啊。实际上，伫市府服务以柜台线顶申办预约，网页是显示讲出一寡问题。台中市数位治理局讲，官网16是咧做定期性的资料库的 update， 资料的备份是超过2个月时间，但是因为拄着市政会议，阁是2个新的副市长拄就任，才敢若提供线顶放送的网址，造成无方便真歹势。今日上午，市府官网因进行定期性资料库更新，影响网页服务约6小时。目前官网服务已恢复正常。对于市府官网资料库更新期间造成民众不便，数位局深感抱歉。过去其实即便是它系统架构比较旧的情况底下，大概也都是6礼拜天，或者是说在一个连假的这个过程里面，才去做一些资料库的更新。平常日的上午这个东西其实的确是比较少见，你的时间点选的也不是很好。学者讲，一般企业官网资料库的备份，大多数拢选伫半暝、拜6礼拜是连假的期间去做。即卖备份的技术已经真好，应该袂互服务规个档期。台中市政府强调讲，未来更较严格去预估作业的时间，也是安排伫假日做维护。官网伫下晡2点已经恢复运作。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屏溪的旧铁桥是固定古迹，即马附近遐是开花开甲真水，是吸引真侪游客去观光。也毋过呢，铁桥顶悬有一寡柴已经凹去啊，就惊讲一个无细致打着会落落全着伤。屏东县政府表示会大声赶紧派人去修补，等会期结束才个换新。看伫遮的柴壁去，打起哩敢若阁会冧落去。屏东高屏大桥下骹的淡水溪铁桥，最近边仔的花是开甲真水，诚侪游客来遮翕相。但是有民众发现讲，铺伫咧铁桥顶悬遮的柴，敢若已经伤久，已经积去，诚侪所在拢冧落去，若打着恐惊真危险。要稍微改进一下下，如果要长期保存，当然要注意啊。小孩子跑的时候，你这种的腐烂掉了，你看你踩就踩空，不容易察觉。对，会踩空的话掉下去很危险。反倒讲无小心打到的受伤，游客拢认为讲应该要改善。这旧铁桥捌是接高雄屏东两地的铁路，伫日本时代1911年起的，1914年启用，一直到1987年新桥完成了后才除役。因为历史和文化价值伫1997年封定作是固定古迹，即马屏东文资所嘛讲已经争取到改善的经费。第一时间就派人去现勘，也做一些警示的一个方式。那后续呢，因为在更换必须要用到大型机具，也怕破坏这些花海。那厂商现在也在备料中，时间会比较久。16早起，一寡志气的柴边啊，红坑三角笋也是救风所线。文资所讲，看伫遮的柴，因为风吹日晒，加上下骹高屏溪河床的枯枝，较会生大水芽，造成维护真困难。为着避免游客佮着伤，会先用补防的材料去补，等到花季结束了后，才较紧来换。记者综合报道。亚利家己梅山的灵英国小是1960年成立的，尾也是因为即摆囡仔愈生愈少，伫2015年的时学校废校。去年呢，就有民间的公益协会去申请认养这间学校，啊，不过即摆当地人发现讲，这个协会是大主大意，甲学校内底一寡树啊拢错掉，社区即摆是要求县府爱出面处理。社区理事长手比的这丛树啊，互人错甲只敢若剩1/3，边啊一个真侪树啊是规丛拢互人错掉。灵英社区发展协会讲，国校废校了，有一个协会来领养，结果所下内面的树啊拢总错掉。一个基金会来到咱遮，未开始建设着，将咱先民留落来遗迹古树。拢甲错错咧，搁甚至边啊，遮个农博啦，遮个环境开始破坏，村民感觉讲足毋甘、足愤慨安尼啦。毕竟这是较早阮村民所管出来的地嘛，大概是一本机一枝头所掘出来，较早是用掘的，无机械。安尼的时阵，互外口人来遮伫
权损害，阮会感觉真唔甘。社区讲，互人错掉的树仔，有一寡就偏喺边仔的山坎，唔知敢会造成危险。第二，管理林荫国小的太平国小讲，依照林用的合约内面，即个讲会当修剪，因过林用单位怎么所甲树仔规丛错掉，已经要求因爱提出说明。有关于龙屿国小校区树木修剪的事宜，那我们已经有接受到村民的一些反映，近期会强力要求承租单位上山来跟我们龙岩国小的社区居民来做说明以及协调。社区统计，互人错掉的树仔有4丛烟花、2丛梅花、1丛土马桂，有的抑阁是学校成立进前就已经种的树仔。记者打电话去领养单位问，对方无接电话。嘉义县教育处讲，领养的协会无权利做学校内面的树仔。了解情形了，若是情形严重，会考虑解除这个协会领养合约。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去年9月份，伫新竹的五峰乡青泉部落有翕到山壁顶悬有乌熊。顶礼拜呢，更有人伫中学良国基附近去看到乌熊。县府即马是提醒讲，准讲真正有拄到，唔通惊吓，豆豆退后才袂有危险。那么大只，那是熊还是？民众用手机翕到远远的山坎，有乌点在叮当。大声话讲，哪像是乌熊？地点是伫青泉水墙一带，甲画面狗仔就挥挥舞舞去。不过民众也是相信这是一对乌熊。是不是在动？对，第二只哦，那么大只。去年9月翕到乌熊，过4个月，新竹县政府讲，最近有民众通报，伫中学良故居边啊有乌熊出入，不过即届无翕到相片，依然是提醒民众要注意。不要紧张，也不要去惊扰它。山区如果碰到黑熊的时候，慢慢的寻原路退回去。那目光也不要跟黑熊接触。记者打电话予土山村办公室，村干事讲无接到民众通报，嘛是在地人的村干事表示，伊50年来拢毋捌看过乌熊。若是乌熊真正出现2摆，就要有因应办法。有考虑要什么成立巡守队吗？如果是有的话，确实有这个事情的话，那个部落那边他们就会可能会成立啊。张հիմ一听到警报声，随时离开。这是伫美国蒙大拿州，为了减少人甲熊的冲突，民众伫马兰达装感应警报，嘛采用电网来管理。粪扫桶嘛是熊拍袂开的防熊粪扫桶。国内这2届有民众通报青泉部落有乌熊，也无传出含人有近距离的接触。不过去年发现了，林务署、新竹分署随时伫当地举办宣导活动。新竹分署除了宣导在地民众使用改良式的垃具，避免误伤，嘛推动生态服务给付。在地民众若做顺手对自主通报，顺河监测拢会给付，每年上最6万块。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过年前，大家拢会拼厝内粪扫车，这阵啊是真无用。为着要互清洁人员会当回去厝里食饭，这高雄市政府已经对外宣布讲，伫今年的围炉暝30暝迄天，粪扫收到暗时6点为止。这是互清洁人员听落是真欢喜，因为高雄市3000外的清洁人员，今年是头一届会当回去食团圆饭。听到粪扫车来了，大家赶紧摕粪扫来等。距离过年要到啊，因为清洁队员连30暝迄天拢爱收粪扫，收到暗时。不过今年因总算会当提早下班，因为高雄市政府宣布，后个月初9、30暝迄天，环保局提前收粪扫到下暗6点结束。清洁人员头一摆会当伫30暝回去围炉，拢总有3000外人受惠。当初因是拢10几年来拢毋捌回去食过团圆饭啦。所以这是因一直以来拢足想要希望中华因会当促成的一个心愿安尼啊。咱会对一早10点开始就提早收运粪扫，到阴暗的6点为止。嘛会吼清洁队员当提早回去家厝内底人团圆吼。今年难得30暝清洁人员会当提早下班，不过民众就有无共看法，有人烦恼粪扫是要放倒位，也是有民众讲爱有同理心。咱大家爱团圆，伊嘛是爱团圆啊，对啊，系啊，这是人之常情啊。咱较早粪扫款款的就好啊。我大本差不多6、7点外较食哩，你若食吼，迄包粪扫要下咧较这时哦。
今日玩得无方便啦。除了一般本色，高雄市春节期间主管维修共款维持1礼拜2摆，另外淡市第30暝迄天透早会加收，下晡爱看各区收运时间，会提早4点钟收本色。屏东市30暝为透早10点收到下晡，初1到初3是无收，初4才恢复正常的时间。记者钟丽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因那最近真侪学校已经开始咧休寒，所以咱的桃园机场这2天嘛有出现人阵，出国检查是排假落长，引起民众怨叹。航警局即马表示，对今日开始8条安检路线、安检线拢会启用。桃园机场第一航站出境的旅客排队是排假落长，拢伫等待安检。有旅客讲真少看到排队排假即落型的，拢举手机出来翕。嘛有旅客认为安尼对老人甲囡仔无够友善。有在动，对，可是一直走对老人家很不便，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蛮多人的，可能就是投票的关系吧，对，就觉得蛮多人的，是，对，之前没有那么多。根据机场公司的统计，15出入境的人数有114000人，高时出境的人数就有6万人。16个医报出入境的人数嘛有到113000人，出境的人数是57000人。早起6点到下晡3点是离境的高峰。平均1点钟差不多有2000人次。分析原因是因为学校小连续休寒，嘛是选举了后，所以离境的人有较侪，会持续派人力去现场到引导。有旅游业者表示，毋但是台湾，外国嘛同款。伫旅游大月人真侪，一定拢要提早去机场营业。尤其是北美的安检非常严格，所以我们往往呢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甚至提早到3小时去机场呢去做报到的手续。针对第一航站离境尖峰安检大塞车，目前航警局有甲7条安检线全部拢开来营业，另外还有1条当地的更新设备，会甲原地传统的电工机或者是电脑断层扫描仪，原本按算2日了后才会开放。不过机场公司甲航警局去现场会勘了后，了解旅客人数增加的情形，决议甲扫描机提早伫17就开始启用，来增加安检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西港庆安宫2年的王船已经做好啊，3年1科的西港挂香，除了会遵照传统会办科仪大典，庙方嘛甲王船安灵目。选定良辰吉日办安灵目大典，庙方当咧甲王船相并的灵目放龙吟入去。这来庆安第68号王船用半冬的时间总算做好势啊！西港庆安宫除了遵照传统办仪式，安灵目了后，由庙方人员上王船顶卡水淋点灵目，因则佮加水浸落来，康复信众使用保平安。经过了解，庆灵目水的习俗有上百冬的历史，在地学校也带学生实际来行大，带小孩来欣赏王船。王船是这边在地的文化，明年有3年1科的那个这个的活动。古早就是讲你这啉目水，用来食咧目睭啉3岁，互我身体健康。啊，用食了目睭洗洗，讲目睭出金安尼啦。大家拢自由，拢会当来拜拜，人去啉下，爱啉平安的啦，安尼吼。比方讲，王船有代表千岁爷出入天庭，凡间的交通工具，伫民俗节日当中，嘛是重要的法器。王船顶头拢总有13层，主要是添载物件咧用的。其中庙方开放头2层，互信众会当添载，到时会参王船做伙化掉，有消灾祝福的意涵。内底有遮的平常，大家拢需要物件啦吼，咱讲茶、米、油、盐。糖豆，拢这添载包内底拢有添载，就是要互千岁爷的兵将，互伊要登去天庭，有够的是要含啊用啦吼。对地主来讲嘛是等于是一个添载机库，添载安尼啦。各地民俗西港香有台湾第一香之称，西港庆安宫每3冬办一颗挂香，因的特色是香石合一，嘛保存完整的王石仪式。比方指出，旧历史为10日起过，希望大家通来认捌有240冬久的挂香文化。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因那中华会堂的福安宫是福赛土地公，这间庙已经有172年的历史，是地方正重要的信仰中心。顶一日是整修好势了后，有遵照传统科技做参献。庙顶前的大美龙是安良社土仪式的主角，代表保护庙宇的良神。中华会堂中正的福安宫，让50冬才搁举办整修工程，即阵顺利完工。庙方也遵照传统举办参献祭典。阮的坡道是880地，
啊，饭担有300外地，啊，猪公有20-30只。啊，跩普渡就是从今年年头，嘛无去乐观，家己跩善心大德哦，从建的工程的经费嘛是拢跩善心大德主要去乐观。将近1000地的普渡，佮有5盏楼悬的照坛，以及仪式内底重要的古纸，有普渡公、4大元帅、福地进神、山神等等，场面真隆重。不少信徒拢来现场感受传统仪式的热烈气氛。啊，足热烈的普场甲摆楼摆甲足水的。真好，想到较早，要佮想到倒转看到偌好咧。土地公比较少，因为土地公拢较细。也信仰签无法度遐尼看，所以中正这信仰签是远看咱即马咧讲的大庄。中正福安宫因为有172年的历史，所以地方的土地公信仰信徒的范围真宽，包括花坛、大庄等所在。庙方表示，即便照典信徒拢真发心，大家团结举办传统祭典，嘛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俗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亚那地新店的公会堂，这是有101年的历史。过去是日本时代主要集会，也有社会教育的所在。后来呢，经过2届的大整修，即马是新德生活美学馆。最近就邀请艺术家替公会堂的壁面画壁，互围墙的壁面装塔甲真特别。那画图，那个来参观的囡仔介绍伊的创作。来自台中今年38岁艺术家徐志宏，因管受两组组队，摕画笔加公会堂外口本来已经真旧真厚的壁，穿一领新衫。我觉得很稀奇，就是每只恐龙上面都有很多独特的花纹。我觉得，艺术家很有创意，可以做出这么漂亮的颜色，还可以做出那么漂亮的画。把已经有点复古怀旧的瓷砖墙，再加上一点鲜艳的色彩，然后就会吸引大家来看，然后也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来关注古迹。新德公会堂伫日本时代是民众集会所在，要啊改做社会教育馆、加办文化活动的所在。民国97年，国改做新德生活美学馆。2019年，国规的改造，这摆摕来创作的壁就是以前的墙围啊。吸引人家来看的话，然后顺便把这个地方的历史一起了解的话，我就觉得可能就产生效果。日治时期所盖的这个公会堂，距今现在已经有102年了哈，遗留的一个瓷砖的一个壁面，那目前属于闲置的状态，用艺术介入空间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墙面具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画面。原本已经真厚真旧的壁，就敢若变做艺术家的画纸，艺术家用画笔改变做色彩丰富的艺术品。也好，新德公会堂穿新衫，增加新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抓动物来消毒是真残忍。印度的阿萨姆邦有毒鸟这项传统文化，而且是对18世纪就开始有啊。当年拢有真侪人会来参加，因为过程真正是伤残忍，所以2015年的时候，印度的最高法院要求讲爱禁止，不过这项禁令伫最近佫解除啊，遂引起争议。鸟啊撇失互相攻击，真侪民众围在边仔咧看闹热。这是印度阿萨姆邦东北部哈六市的岛鸟比赛，因家掠到野鸟先放在51嘛，再佫是各种透烂的香料，包括肉桂、丁香甲大麻。鸟啊受到刺激，开始互相攻击。Itu এটা ৰজাদিনীয়া খেল প্ৰমত্ত সিংহৰ দিনৰে পৰা হাজো মাধৱ মন্দিৰৰ এই বাকৰিত বুলবুলি চৰাইৰ খেল অনুষ্ঠিত হৈ আহিছে। তেতিয়াৰ পৰা আজি কুপতি আমাৰ ককা奉上这项岛鸟传统按18世纪就开始，后来变做当地每年1月的传统活动。不过，伫2015年，阿萨姆邦最高法院认定伤残忍，下令禁止。岛鸟比赛休8年了，即马伫印度教祭司的鼓吹下，推翻禁令。不过，当局规定主办单位要采取对动物较友善的做法，过去比赛的鸟会去用加掉头壳的毛，互因以后袂当搁比赛。即马是改做用木材伫马溜做记号，并且确保鸟仔伫比赛后会当健康回归大自然。不过虽然做法有一寡调整，动保团队依然对着解除岛鸟禁令感到非常的不满，因为超过的刺激动物强迫引起战斗，会对动物造成极大的压力甲痛苦。现代社会无应该有这种无人道的活动，
另外，动保团体嘛忧心，多鸟比赛影响野生鸟类的数量，致使特定物种会陷入生存的危机。公视新闻江文编译。来去当土耳其，伫土耳其因极久的历史会当追溯到几若千年前。也毋过呢，因的这名声是无亲像欧洲遐尼厉害。当地业者最近就拍拼伫推广，是以土耳其当地种的葡萄来结出起泡酒，啊无就是葡萄酒，想要来拍开国际市场。过节办 party 的时阵，开一罐酒来庆祝，因讲是大家共识。法国香槟酒、西班牙卡瓦酒，或者是意大利普罗塞克酒，拢是常常看到的选项。不过，即马也个人试看卖土耳其的起泡酒。Öncelikle nötr bir şarap yapıyoruz. Sonrasında ikinci fermentasyon sırasında sürli bir şekilde 2,5 yıl bekletiyoruz. Burada mayaların da vermiş olduğu aromalarla 事实上，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酿酒历史有数千年，虽然这出产的葡萄酒名声不如欧洲国家响亮，品质却不一定会输人。Burada şarap üretimi, öncelikle üzüm üretimi ve şarap üretimi yapılıyor. Biz de buna inanarak burada bir üretim yapmaya başladık. 2003 yılında bağlar dikildi ve 2006 yılında ilk hasatımızı. Burası 85 hektar bir alan. 85 hektarın ortalama %50-60 kadar bölümünde biz kaleci karası yetiştiriyoruz. Zaten firmamızın genel özelliği olarak yerli çeşitler daha ön planda. 看无边的葡萄园种真侪当地品种，制作出每一支葡萄酒拢强调土耳其的特色，就像拍拼提悬品质，一个宣传要互土耳其起泡酒搁抢赢起来。2005-2006'dan itibaren Türkiye'deki kaliteli şarap ve kaliteli köpüklü şarap üretiminde olumlu gelişmeler var. Bunun temel nedenleri bu yönde artık şarap sektörü dışındaki yatırımcıların da bu sektöre girmeleri önemli bir etken. 到2021年，土耳其只有3万公升的起泡酒出口，在国际市场占比真有限。作为全球第6大种葡萄的国家，当地酒商团体目标扩大生产，抢攻未来市场。公视新闻杨元平报。天气报你知，咱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是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是27度。同齐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祝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